湯唯喺色戒入面嘅表現，放到今日睇，依然係一個好值得講嘅話題。佢唔單止係因為呢部戲一炮而紅，更重要嘅係佢成功演出咗一個非常複雜、非常矛盾，而且好難用單一形容詞去概括嘅角色——王佳芝。王佳芝唔係一個簡單嘅女主角，表面上佢係一個被捲入時代洪流嘅女學生，但實際上佢身上有好多層心理變化，有學生年代嘅單純，有被任務推住向前嘅決絕，有對愛情嘅渴望，亦有喺身份、情感同責任之間不停拉扯嘅痛苦。呢種角色如果演得唔好，好容易變成得個殼，或者變成只係靠情節推住走。但湯唯嘅厲害之處就係佢令王佳芝變得有血有肉。佢最出色嘅地方唔係靠大聲喊，亦唔係靠好戲劇化嘅爆發，而係靠細節。好多時一個眼神、一個停頓、一個呼吸，已經交代到王佳芝心入面嗰種不安同掙扎。尤其係角色由一開始帶住少少青澀，到後來慢慢被情感同任務推到去一個無路可退嘅位置。湯唯演得好有層次，你會見到佢唔係單純演緊一個女人，而係真係將一個人內心慢慢崩裂嘅過程擺喺你面前。另外，色戒最難嘅地方其實唔止係情緒戲，而係點樣演到角色喺親密關係入面嘅複雜心理。王佳芝同易先生之間唔係普通嘅愛情線，佢哋之間有試探、有利用、有控制，亦有某種真實感慢慢滲出嚟。湯唯喺呢啲場面入面表現到一種好微妙嘅狀態，一方面好似沉淪，另一方面又好似仲保持住距離。呢種矛盾感正正係角色最吸引人嘅地方。所以話湯唯喺色戒入面最值錢嘅唔係單純大膽，而係佢夠勇敢去面對一個非常高難度嘅角色。呢個角色要求演員唔可以只顧外在表現，仲要處理心理層面嘅壓力、羞怯、渴望、後悔同失控。湯唯做到嘅係令觀眾相信王佳芝唔係一個符號，佢係一個真真正正會痛、會動搖、會犯錯嘅人。當然，色戒一上映之後，大家討論最多嘅往往都係尺度、爭議同八卦。但如果純粹由演技角度去睇，湯唯其實交出咗一個好完整、好有記憶點嘅演出。佢唔係靠搶戲吸引人，而係靠角色本身嘅沉重感同真實感，令觀眾一路睇一路覺得呢個人真係存在過，呢段感情真係壓得佢透唔到氣。換句話講，湯唯喺色戒唔係演得大膽咁簡單，而係佢演到一個女人喺時代、任務同愛情之間被一步步推向命運深處嗰種無力感。呢種表演先至係佢真正厲害嘅地方。色戒最令觀眾震撼嘅就係梁朝偉同湯唯嗰幾場情慾戲拍得太逼真，令好多觀眾覺得唔似普通借位嘅演出。加上又有好多娛樂報道不停重提假戲真做呢個講法，所以個話題一路被放大，變成多年後仍然有人拎出嚟討論。喺戲入面，王佳芝因為易先生進入咗佢嘅感情、生活同埋身體，令到佢嘅思想有所改變，以至最後任務失敗，連累自己同幾個同學被處決。到底王佳芝有冇後悔呢次嘅曾經進入呢？現實中嘅湯唯又因為拍咗呢套戲而進入娛樂圈，進入康城影展，但佢嘅大膽演出又被千夫所指，甚至被國家封殺。佢又有冇後悔呢次嘅曾經進入呢？就好似好多人夢想進入娛樂圈，每年 TV 訓練班出嚟嘅學員，佢哋都算係曾經進入娛樂圈，但係好多最後都離開咗。又好似好多人做 YouTube 最後都離開咗一樣，佢哋又有冇後悔呢？或者大家都係抱住不在乎天長地久，只在乎曾經進入嘅心態，起碼享受過曾經進入嗰段過程。你又有冇後悔過某段曾經進入嘅經歷呢？